乡亲啊，过来这是新北市的大坝溪，是台湾上危险的水系之一，嘛是民众航脉热点。早起天气袂歹，民众伫河边咧航脉，想袂到这挖道到风云变色，这个溪水中大水，一寡航脉架啊啦、椅啊啦、甲野河边，拢互大水冲去。啊，民众竟然阁想要撩水去甲捡倒来，实在坎坎。是好哩加载红12会水上安全工作大队，当时伫个大坝溪烟花设点警戒，这个溪水涨起来的瞬间，马上来分庇护啊！看到民众放弃所有的物品，赶紧来逃命，因为这个逃生的机会只有几秒钟尔。你们先上去，但是这样来搬，你这样子来不及了。土沙水流甲真凶，本来当含肉休困的河边，雄雄扣淹过去，拄啊伊啊马龙扣大水冲走。要不要上去了？你们这样子危险。不要了，危险！真的，人命比较要紧，真的。真凶真着急，可有人想要落去水内底捡物件，只讲人分别比啊，拿靠民众先走这个空，结果一个滑头。水流太强了，救不到了啦！汉堡旁规个落风冲走，会人看到水真错流，民众趁中秋连假，伫咧新北市大坝溪边航拍，会知影天气也袂歹，想到我中昼时啊随便天。传上去，把东西传上去。若上大雨，溪水嘛规涨起来。加在红12会水上安全工作大队，这8月志工拄好就伫咧大坝溪烟花设点警戒。我们没有公权力，所以说我们只是柔性劝导，发布那个洪水来临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驱离所有的在场的逃漏的民众。虽然对讲，昨下早11点外，高龄看到水开始变热，有水流查，随分别比啊叫大家紧开始收物件。不过大水汹涌涨起来，刚来当靠民众甲物件等咧，因为逃生的机会剩无几秒时间。上游有没有乌云密布的状况？当水一下来之后，会有一些枯树枝或是浑浊的水，突然水会突然大起来，这时候就是一个警讯。大坝溪经济局伫咧三角河源头是民众航脉观光景点，不过这潜水的所在地嘛是台湾上危险的水系，当年拢会传出渡水事件。即摆因为每回风台阵内落真侪雨，已经封列作是警戒区。过一天水共款真错流，已经有警察车伫咧现场警戒，民众若是唔听话，硬要挖过去，相关会罚款5万块罚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